黃金呢個星期嘅走勢呢，基本上亞盤呢就喺16至20蚊美金波動上落，而進入咗歐美盤之後呢，要30蚊美金來回上下掃檔。但係收市呢，又好似冇事發生咁樣，翻去2916至2918收市喎。今日呢係非農數據夜，相信數據公佈之前呢，都唔會走出呢一個區間範圍噶啦。依家呢係考驗信心同埋耐性嘅時刻啊！2955.8呢絕對唔係頂部，只要等待消息面協助呢，就可以一舉衝破歷史新高噶啦。今季升幅過大啊，大戶暫時要用震盪洗盤來回清場。今日操作策略啊，策略一，區間操作，等待突破2900附近多，止蝕放喺289下方，目標2922。策略二啊，2920附近空，止蝕放喺2927上方，目標2900。今晚重點關注啊，非農數據之後呢，如果黃金突破區間呢，就可以搭大戶順風車啦。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，感謝收看，聽日再見。